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南南西梅岭，这个游荡花已经开花，这白色的花都袂输是白色的雪同款真水。啊，今年开花时间延迟2礼拜14天，所以这个花会一直开到5月中旬。 天气愈来愈烧热，伫咧台南南西梅岭游荡花开始开花咯，远远看就袂输落雪同款，非常水。开了上好的是迄个百年老梅园边仔遐，目前头开6成左右，吼。啊，停车场遮每当拢较晚一丝啊，吼。 差不多开4成左右。这游荡花永过拢是3月底到4月初就进入花期，不过今年受到寒流的影响，开花时间有较晚。那个天气比较冷，所以那个花期呢，一直到这几天天气比较热，才慢慢那个盛开。吼，应该再来的话，应该会到4月底左右，应该会越来越漂亮。吼，啊，花况的话，应该会延续到5月中左右。这大约300丛的游荡花，今嘛差不多开5成，按上后礼拜到5月会拢总开花，欢迎游客把握赏花好时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